好咁啊，又講賽馬貼士啊。咁啊，第一場6號，咁啊星球勇士。第二場3號，咁啊機械騎攻騎士。OK？第三場9號馬上贏。第四場2號安可。第5場3號逍遙人生。第6場11號華麗再贏。第7場3號巴閉精。第8場3號咁啊包裝福星。第9場2號熾烈神驅。第10場4號泰力。第11場3號綠野飛馳。好咁啊，11場賽事講完。